各位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核心肌群就像台北捷运系统一样，当其中一个车站停止运作时，整条线路都会塞车。这不只是比喻，而是真实发生在你我身体里的事情。50岁以后，如果核心无力，你会面临腰痛、跌倒、消化不良，甚至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如果你只看这一支影片的一半，你很可能会错过那个让台湾每年数千人必须接受物理治疗的关键错误。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我也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如果没有，请打数字0。我是林国民医师，今年68岁，是台北复健科的专科医师。我的声音也许听起来有点慢，但这是因为我想让每一个字都能清楚地传达给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带你认识3个简单的动作，它们能帮助你活得更强壮、更独立。同时，我也会告诉你3个你绝对应该避免的运动，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结尾，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安排每周的训练计划，让你不受伤、不勉强，却能稳定进步。相信我，这会是你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让我告诉你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50岁以后，只要10年缺乏运动，你的核心肌群会衰退高达40%，而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是的，这个变化是无声，的确非常致命。什么是核心肌群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群负责稳定你脊椎、腹部、臀部和肩膀的肌肉，它们控制你的平衡、消化，甚至是呼吸。核心肌群就像你家的柱子，你平常看不见它，但它支撑着整个房子的重量。当核心无力时，你会开始感到腰酸背痛、弯腰捡东西会困难，走路容易喘，甚至连站着穿鞋都会摇晃。更严重的是，消化系统也会受影响，因为腹部的肌肉无法好好帮助肠胃蠕动。但是，请你不要担心，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每天10分钟，你就能唤醒这些已经沉睡的肌肉。这不需要你去健身房，不需要花大钱买器材，甚至不需要你离开家里。你需要的只是一张瑜伽垫和正确的方法。我在诊间看过太多患者，他们原本以为自己老了就是这样，但当他们开始正确训练核心后，生活品质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旅程。第一个动作叫做行进式抬膝，英文叫做 marching。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它的威力却超乎你想象。它能够启动你深层的稳定肌肉，特别适合曾经有过腰痛困扰的朋友。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动作放在第一个呢？因为如果你跳过这个动作，后面的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就像盖房子一样，地基不稳，再漂亮的房子都会倒塌。行进式抬膝就是你重建核心力量的地基。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首先，请你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膝弯曲，脚掌平放在地上。接下来，轮流抬起你的左脚和右脚，就像你躺着在走路一样。每一边做10次，总共做2到3组。重点来了，当你抬脚的时候，请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在抬起的瞬间慢慢吐气，同时想象你的肚子里有一条拉链，你正在用力把它拉紧。这样能确保你的腹部肌肉真正参与了这个动作。我要提醒你这几个常见的错误。第一，腰部不能拱起来，你的下背应该尽量贴平地面。第二，肩膀要放松，不要耸肩。第三，眼睛看着天花板，不要抬头看脚，这样脖子才不会紧绷。
当你把手轻轻放在肚子上，感受到它微微收紧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我还很强壮。这个感觉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你重新连接到自己的核心。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运，洞穴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自己的核心在工作。不要小看这个动作。我有一位病人，她叫陈美玲，今年62岁，住在台中。她因为长期腰痛来找我，连站起来都很吃力。我教她做行进式台膝，她每天早上做3组，持续了2个礼拜后，她告诉我，林医师，我现在可以自己绑鞋带了。那一刻，我看到她眼眶红了。所以，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从今天开始，每天做10分钟的行进式台膝，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有潜力。你知道吗？台湾有超过70%的55岁以上民众有腰痛的问题，而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久坐。现代人的生活形态让我们的臀部肌肉和髋关节变得越来越无力，这直接导致了脊椎的负担增加。今天我要教你的第2个动作叫做桥式，英文是 bridge。这个动作能够启动你的臀部和髋关节，稳定你的脊椎，大幅减轻腰痛。想象一下，你的身体会变成一座稳固的桥梁，能够承载你自己的重量，甚至更多。让我来教你怎么做。首先，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膝弯曲，脚掌平放。接下来，用力把你的脚跟往下压，同时收紧臀部，然后慢慢抬起你的髋关节，让你的肩膀、髋部和膝盖形成一条直线。在最高点的时候，停留3到5秒钟，然后慢慢放下。这样算一次，你可以做10到12次，总共做2组。记得在准备的时候吸气，抬起的时候吐气。呼吸的节奏非常重要。它能帮助你稳定核心，也能让你的肌肉得到足够的氧气。我要分享一个小技巧，你可以在2个膝盖之间加一个小枕头或毛巾卷，当你抬起髋部的时候，轻轻夹紧它。这个动作能够额外启动你大腿内侧的肌肉，让整个训练效果更好。也许你会问，林医师，我的髋部只能抬起5公分，这样有效吗？我要告诉你，即使只有5公分，那也是值得骄傲的进步，因为那5公分代表的是你重新获得的5公分自由。不要和别人比较，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够了。我有一位病人叫做王建志，今年58岁，在台北开计程车。他因为长期开车，腰痛到必须吃止痛药才能工作。我教他做桥式，他每天下班回家做2组。3个星期后，他传讯息给我说，林医师，我已经1个礼拜没吃药了，腰居然不痛了。这就是桥式的力量，它不只是一个动作，它是你重新掌握身体主控权的开始。从今天起，每天给自己10分钟做桥式，你会感受到腰部越来越轻松，走路越来越稳健。你有没有看过猎犬在追踪猎物的时候，同时抬起一只前脚和一只后脚的样子？今天我要教你的第3个动作，就叫做鸟狗式，英文是 bird。dog。这个动作能够训练你手脚协调的能力，增强平衡感，同时还能活化你的运动记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想象，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想象你的背上放了一杯无糖珍珠奶茶。如果你能保持稳定，让那杯奶茶不会洒出来，那你就成功了。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生动？现在让我来教你怎么做。首先，踩4足跪姿，也就是双手双膝撑在地上，确保你的背部是平的，不要拱起来或凹下去。接下来，同时抬起你的右手和左脚，让它们与地面平行，保持3到5秒钟，然后换边，每一边做5到8次，动作要慢，呼吸要均匀，不要急，慢慢来。如果你发现自己
很容易失去平衡，不要气馁。你可以先练习单独抬手或抬脚，等到稳定了再组合起来，这完全没有问题。每个人的进度都不一样。我要告诉你几个重点。第一，当你抬起手脚的时候，想象有一条线从你的指尖拉到你的脚尖，让身体保持一直线。第二，不要转动你的髋部，保持骨盆稳定。第三，眼睛看着地面，这样脖子才不会不舒服。当你能够稳稳地保持5秒钟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你的身体变得更稳定了，你的大脑也变得更年轻了。为什么呢？因为鸟狗式需要左右脑协调，它能够刺激你的神经系统，改善你的反应能力。我有一位病人叫做张淑芬，今年65岁，住在高雄。他来找我的时候，常常抱怨自己走路容易跌倒，晚上起床、上厕所都要扶着墙壁。我教他做鸟狗式，他刚开始连3秒都撑不住，但他没有放弃。2个月后，他可以稳稳地做8次。现在他晚上起床不再害怕跌倒了。这个动作真的很神奇，它不只训练你的核心，还训练你的大脑。当你的身体和大脑重新建立连结，你就能重拾对生活的掌控感。所以，请你每天花10分钟练习鸟狗式，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灵活、更有自信。现在我要告诉你，哪些动作是50岁以后绝对不能做的。这些动作在健身房很常见，但对中年以后的身体来说，它们就像隐藏的地雷，随时可能引爆你的健康危机。第一个，仰卧起坐 sit up。 很多人以为仰卧起坐能够练腹肌，但其实它会让你的脊椎反复弯曲，增加椎间盘的压力。你可以想象，椎间盘就像一个水垫，当你不断用力挤压它，总有一天它会破掉，里面的液体就会溢出来，这就是椎间盘突出，会导致剧烈的神经痛。我在诊间看过太多因为做仰卧起坐而受伤的病人，他们原本只是想练腹肌，结果却换来好几个月的复健治疗。所以请你记住，50岁以后绝对不要做仰卧起坐。如果你想训练腹部，我刚刚教你的行进式抬膝是最安全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做平板撑 plank， 但时间不要太长，30秒就够了。第二个，直腿抬腿 straight leg raise。 这个动作是躺在地上，双腿伸直，然后同时抬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它其实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双腿像杠杆一样抬起来，会对你的下背产生巨大的拉力，这会让你的关节和腰椎承受过多压力，甚至引发坐骨神经痛。我有一位病人，他在家跟着网络影片做这个动作，结果做了3天就痛到不能走路，来找我的时候连坐下都很困难，后来花了1个多月才康复。如果你想训练下腹部，请改做单脚屈膝抬腿，也就是一次只抬1只脚，而且膝盖要弯曲，这样能大幅减少腰椎的负担，同时还是能有效训练核心。第3个，健身房的腹肌训练机 AB machine， 很多健身房都有这个种机器，你坐在上面，用力把上半身往前压，看起来很专业，但其实它会强迫你的身体维持错误的姿势，不断挤压你的椎间盘。而且这种机器训练的不是真正的核心稳定力，而只是表层的腹直肌。真正的核心力量来自于深层的稳定肌肉，这是机器训练不出来的。你需要的是像鸟狗式和桥式这种功能性的动作，它们能够训练你在日常生活中真正会用到的力量。我想告诉你一句话：50岁之后，安全就是力量。你不需要追求大重量、高难度的训练，你需要的是聪明的训练、安全的训练。力量不是来自于练得多重，而是来自于练得正确。请你相信我，避开这3个动作，选择我教你的3个安全动作，你的身体会感谢你，
不要让错误的训练方式毁掉你原本健康的身体。现在，让我为你规划一个完整的30天训练计划。这个计划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每天投入10分钟，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变。第1周建立基础，每天做行进式抬膝10分钟，你可以选择在早上起床后或晚上睡觉前做，重点是养成习惯，让你的身体记住这个动作。这1周你会开始感觉到腹部有轻微的酸痛，这是正常的，代表你的肌肉正在苏醒。第2周增加强度，继续做行进式抬膝，同时加入桥式，每天做3组。你可以把2个动作组合起来，先做行进式抬膝，休息30秒，再做桥式。这1周你会发现自己的腰部不再那么容易酸痛了。第3周挑战平衡，加入鸟狗式，每天做5到8次。同时，你可以在训练结束后出门散步10分钟。这个组合能够同时训练核心力量和心肺功能。到了这1周，你会发现自己走路更稳了，上下楼梯也不会喘了。第4周完整组合，把3个动作串联起来，形成一套10分钟程肩负健运动。顺序是行进式、抬膝、桥式、鸟狗式，这样的组合能够全面启动你的核心肌群，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我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你，只要你坚持这4个礼拜，你的核心力量会回到30岁的水平。不止如此，你还会发现血液循环变好了，头晕的情况减少了，晚上睡得更香了，消化也变得更顺畅了。记住这句话，身体永远不会背叛懂得聆听它的人。给自己30天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的发生。在我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遇过数百位病人对我说：“林医师，我已经老了，改变不了了。”但是我想告诉你，每一次我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想起那些勇敢踏出第一步的病人，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真正限制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信念。你不需要追求6块腹肌，你也不需要变成健美选手，你只需要能够弯腰不痛，站立不晃，能够自己绑鞋带，自己提菜篮，能够陪孙子玩耍，和家人一起出游。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就是最珍贵的幸福。所以我想请你从今天开始试试看我教你的3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不要给自己压力，就从最简单的行进式抬膝开始。当你感受到肚子收紧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改变已经开始了。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住在哪个城市？台北、台中还是高雄？我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更具体的建议和菜单。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分享给你的父母或朋友，让更多人能够重新找回身体的自由。我们一起努力，让台湾的每一位长辈都能健康、独立、有尊严地生活。最后，我想对你说，你一定可以做到。你的身体值得被好好对待。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谢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次见。